各位兄弟平安，今仔日是7月22咱礼拜四的时间，一礼拜又搁要过去，希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来逐工来持守伫上帝话的内面，互咱伫上帝话的内面来得到帮助。咱今仔日所要看到的圣经是歌罗西第1章第9节到14节，歌罗西书第1章第9节到14节。伫新约的内面，歌罗西书第1章第9节到14节，咱逐工对上帝话的内面来得到帮助，互上帝话入到咱的心内，做咱的开力。歌罗西书第1章第9节到14节，若有圣经，请咱掀开圣经来读；若无，请咱来听牧师伫遮来讲这段圣经。歌罗西书第1章第9节到14节，所以阮对听见的日，替恁祈祷恳求无煞，愿恁伫神灵逐样的智慧甲灵通，得到知伊的旨意到满满，互恁所行合伫主，凡事互伊欢喜，伫逐项好事结果子，搁捌上帝哪久哪进步，搁照伊阳光的气力。用逐样的权能，互恁有权能，至到恁凡事欢喜吞忍宽容。佮感谢爸，因为伊互咱堪得到有份圣徒的业，伫光明的所在。伊已经救咱脱离黑暗的关系，来搬徙咱入伊所疼的囝的国。踮伫伊，咱得到赎回。就是咱的罪赦免，阿们。愿主帮助咱，会当来明白主所要对咱所讲的话。兄弟姊妹，咱有真侪人欠在信主真久的年日，欠在信主真侪的时间，总是伫圣经的内面，时常会通甲咱提醒；伫属灵的内面，咱若哪进步的时，欠在咱伫咱的行为、咱的活命的内面，就搁较爱活出有主活命的即款的样式。时常有真侪人讲咱信主的人，咱是凭着信心来得救的，所以敢若亲像无去注意到伫行为的内面，甚至嘛有人讲保罗先生所讲的，咱着凭着信心来称做义，所以有人无去注意到咱的行为，也着下伫主的心意。所以伫今仔日咱所看的圣经，伫歌罗西书的第1章9节到14节的所在，保罗先生伊就安尼来考劝遮个听伊话的人，就安尼来讲，恁着所行下伫主，凡事互伊欢喜，伫逐项好事来结果子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伫即个所在，保罗先生伊有缘教示遮个兄弟姊妹，教会的遮个兄弟姊妹讲，恁所行的着下伫主，凡事互伊欢喜，伫逐项好事来结果子。所以，并毋是信主的人毋免着注意咱的行为。毋是信主的人，咱就无注意咱所行的是啥物。信主的人，咱若有得到心灵逐项的智慧甲灵通，会当知影主的旨意的人，搁较爱安尼来行伫下伫主的心意的内面，会当凡事互伊欢喜，伫逐项好事来结果子。所以，伫每一节的圣经拢是线接的。所以，咱若是信主的人，伫神灵逐项的智慧甲灵通，会当知上帝旨意的人，有真侪人因感觉因会当真明白了解上帝的旨意，圣经读真好甚至会当知影主的旨意到满满，总是互咱会当知影，互咱所行的也下伫主，会当凡事互主来欢喜，会当逐项的好事来结果子，至到会当捌上帝哪久哪进步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所以咱信主的人是爱信哪久就爱哪进步，并毋是咱信主了，敢若还佫亲像婴仔共款。伫圣经的内面，保罗先生伫哥林多前书的所在就讲着讲，有的人是属肉体的基督徒，属肉体的基督徒就是还佫爱是食灵的即个基督徒。所以咱若是有活命的基督徒，欠在咱打开始是食灵的，但是到无落尾的时，咱就是爱变成会当食饭的人。所以一个人会当来成长，表示伊若会当食饭的时，表示伊是有进步会当成长的。
若是咱抑阁犹原是食冷的，表示咱无进步，甚至是退步的。所以，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信主的人，咱是逐工哪久哪进步，毋是信主抑阁犹原是安尼。所以，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行伫主的内面，逐工会当哪进步，哪会当来听上帝的话，并且会当明白主对咱的启示，递到咱的行为，咱的即个逐项会当有智慧甲灵通的时，会当知影主的旨意满满的时，递到互咱会当所行来下伫主的心意。望上帝来帮助咱平安。